过河拆桥是不是？江小宁走的是独木桥，跟你没关系的。大家都是朋友，你们两个干什么？进。老板，我能不能请一下我的假？又去补习班？不是，我要搬回原来的家。正好我下午没什么事儿，我帮你搬吧。不用，这种体力活我自己来就好。再说了，东西不多，实在不行我就找那些闲着没事干的朋友帮我就行。哦，行，我就是那个闲着没事干的朋友。老板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江小宁啊，我已经叫了搬家公司了。其实你某个闲着没事干的朋友可以不用来。我跟晨晨说他不用来了。哎，小宁，过河拆桥是不是？江小宁走的是独木桥，跟你没关系的。大家都是朋友，你们两个干什么呀？是朋友，那要不要再吃顿火锅啊？火锅可以啊，那等我们俩什么时候有空了再约你，好吧？算了吧，小宁，我这次来是想跟你说，我要搬去另一个城市了。今天来就是跟你告别的。这么突然啊？那以后见面就没这么容易了。这有些人应该不希望我们总见面吧？来吧，来一个临别前的拥抱。来，我替他给你拥抱啊！哎呀，真好，走吧。江小宁，你看一下啊，这些还要吗？来了，那我先上去了，你保重啊，一路平安。拜拜。还不走啊？小宁是个好女孩，好好对她。我知道，不送了啊，小朋友。你想一下，没有我的神助攻，你们能发展这么迅速吗？所以说，有些什么事情啊，就说出来，别憋着。几十岁的人了，谈个恋爱扭扭捏捏的，像什么样子？你太小了，很多事情你不懂。等你长大了，我就告诉你。走吧。来喝水。啊，谢谢奶奶。广达，你好不容易忙完，赶紧去洗澡休息一会儿，妈给你去包饺子。我奶奶的套路你基本也了解了，见到年轻男子呢就是我的早恋对象，见到成熟男子就叫儿子。主要是我们俩看起来也没差多少，我看起来这么年轻。你最近怎么总关心年纪问题啊？我没关心年纪问题啊，我最关心的就是晚上到底有没有饺子吃。姑姑，顾川问有没有饺子吃？有啊，都留下来吃饭啊，叫姑给你包饺子。姑姑说有。广达，你爱吃芹菜的吧？啊，青菜的。小麦，准备芹菜馅儿的。哎，妈知道了。